有门会当做这物件啦，吼，做甲遮水啦，听看下大家开眼界啊！啊，喏，哦，后面那肥啦，吼，迄面皮卤啦，迄面皮卤啊，做甲遮行啦。啊，喏，迄讲用门插的啦，哦，咱要看这艺术，这技术看偌厉害好啊！哦，真无简单啦，大家爱了吼，甲迄个交关的啦，啊，人这大姊，一种艺术。大姊无咧惊人知电话联络着。咱后尾甲迄买联络电话，无咧惊人知，啊有名片，翕名片好啊，大家来看名片好哦。哟，有需要哦，咱来搞这大姊哦，来交关啊。哦，这燕子芳手工创意羊毛毡，哦，创意包包吊饰，哦，蔡大姐呢，哦，蔡大姐，哎呀，还用 email 了呢，TSAY 哦，7896029006哦。啊，这可能跟手机也有关系哦。啊，0919409779，那是订购专线哦。哦，后面小老鼠的 email 点看哦。哦，赞。哦，哎呀，这连续讲一个月4个拜六，我咧拜六哦。哦，拢有咧拜哦。4个咧拜六拢会来。哦，拢有来遮拜哦。哦，柳营太空有机农场哦，拜六再来遮参观哦。哦，赞！中华民国105年，啊，今天7月30号了呢。